日嚟到日本東京國立競技場聯賽杯決賽，11月1號喺呢個萬聖節之後，嘅完場階段。港島三戰同呢個柏雷素爾都係好耐冇攞冠軍嘅球隊啦。港島嘅港島三戰領先咗3-1。朋友都嚟一齊撐啊！一片黃海嘅柏雷素爾，但係今日上半場表現麻麻，落3球，後場追翻1粒。最後一擊啦，冇機會將，冇啦。2025J リーグ ABC ユナカップ決勝は1-3でサンフレッチェ富士が勝利を収め、見事栄冠を勝ち得ました。港島三戰奪得呢個2025年嘅日本聯賽杯冠軍。佢今日嘅場刊咧，頂點對決，細谷真大同大谷健大。咁都同大家行個大運先啦，邊就靜英英㗎啦，輸波冇計啦。好啦，體育精神，俾掌聲兩隊，自己掌聲有水。啲柏雷素爾球迷啊，垂頭喪氣，翻千葉縣，感受佢哋傷感嘅一面之餘，都過去睇睇主隊嘅，唔係主隊啊，係贏波嗰隊嚟自港島嘅。港島三戰，個小朋友過嚟撐喎。一片黃海嘅柏雷素爾，烏斯馬，好多行動不便嘅傷殘人士都過嚟撐。可惜今日嘅柏雷素爾事與願違，1-3輸咗俾港島三戰。拍啊！中場嘅靚視角。
小朋友好失落喎，壓咗好多零食落去啊！一邊黃海，呢邊柏雷素爾，呢邊嘅一片紫海嘅港島三線，議會書埋，當然呢邊人唔願走㗎啦，感受埋頒獎氣氛先。唔緊要啊，柏雷素爾依然仲有機會㗎，喺個聯賽裏邊仲有機會爭冠軍㗎，港島三線都一樣有機會㗎，機會微啲啊，港島三線就。見到個餅乾杯啊！餅乾杯除咗每人送本長刊之外，會每人送包餅乾嘅。每人送咗呢包餅乾，上面有話由呢個8強一路點樣打入嚟咧，去到決賽11月1號。決賽個 YBC 嘅餅乾杯，我哋嘅日本聯賽杯，每人有包餅乾俾你，大小朋友都有。好張式啊！喺晉級過程裏邊，柏雷素爾其實係更加有對象嘅。港島三線啲球迷都好有風度啊！你掌聲呢個柏雷素爾亞軍嘅隊長古賀太陽代表呢啲領取呢個亞軍獎，準優勝咗5000萬呢個獎金啊！準優勝亞軍有5000萬嘅入邊。比較風度咁樣俾準優勝嘅柏雷素爾獎金啊！優勝冠軍港島三線。先不透手佢。當目整人。波打廣東三隻球全部換翻晒佢哋主力嘅紫色衫啊！佢哋嘅主顏色。
紫色嘅。大的競賽，港島3線嘅龍門。小朋友5杯啊！叫仔仔啊！かわいい。基本上已經喺港島3段攞到2-2-5年餅乾杯日本聯賽杯。